我看足久的，那也无看到嘉义话。你话在哪里？赶快站出来，不要害羞。啊，要是我认识的江宜桦老师啊，不是江部长。啊，那是说3年前，我跟江宜桦老师还有范云老师还有几个老师啊，我们由江老师带头啊，接受这个台湾的大考中心的拜托哈，我们在录什么东西呢？在你的题库，准备让高中生考大学的时候考公民以后可以考公民，需要题库啊。那这时候呢，这个担任这个召集人的江老师呢，都同意哈，我们在这一年所做的题库都是什么呢？所有的公民的，不管你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哈，所有的题目都倾向什么？要让高中生懂得人权的重要性。那个时候的江老师哈，应该是看了这部电影，知道说今天首映一定会冲过来的。所以我认为他一定在哪里，赶快出来。吴敦义就不用讲了，他也有非购，政治人物嘛为什么一个也不过在去年至少在马英九上任之前还蛮坚持自己是人权什么正义啦，或者这个民族自觉的这样一个政治学的学者。那基本上并说勒比亚当来，勒比亚是恐怖主义，我们勒比亚来违反我们国际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那基本上被他这是谁让他堕落？中国嘛，不用讲。我们在2000年在这个911前后，我们会发现了2件事。他写到全世界的人权状况开始在倒退，这个退得很厉害。那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美国美国他被攻击了，所以他现在开始把他的敌人都称之为恐怖主义。那要配合他，所以所有国家都必须要配合美国。比方说，把所有外国人都视为潜在的犯罪者，你几个机构都要按死你，你都是有罪推定。这个动作鼓舞了很多烂国家，其中最受到鼓舞就是中国。这第二个影响这个世界人权的标准的这个水准的是中国为什么呢？第一个，他一方面附和这个反恐，然后他把他的敌人知道什么是恐怖主义。第二个，因为他很有钱，越来越有钱了，所以他用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要服从我的第一标准。那么本来这个是在逼迫商人，逼迫这个这个资本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像这个江老师这样的人也被逼迫，就出现了寒蝉效应。台湾的寒蝉效应，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阿扁在执政那几年哇！我坦白讲，我才不会从那个2000年开始到2008年，没有一天放过阿扁的，天天跟他打，天天骂他，跟他说你这个立委这样不行，那样不够好，不够好。你让我们做状，我们这个记者席有时候记者爆得要死啊！我那时候因为这个乐生院的事情，还跟讲了一句话说，这个谢长廷当时是这个谢院长谢院长他是我京都大学的学长，但是他不肯解救乐生，我以他是我的学长为耻，我要跟京大说把他的学籍取消掉。连报3天呢，2008年之后也没变啊，都没有报。当时那些表民运动，我觉得那些非常英勇的那些学者，现在突然都不见了。尤其大家有没有知道说，陈云医院里头都这样子啊呢？那些金海光基金会的董事，你们在哪里啊？江宜桦你也是其中之一啦。你们对得起金海光吗？看到这个比较这样，你不敢出来讲话。08学院刘小璐不敢出来声援，不要脸，可耻啊！为什么看到中国那是黑道啊？黑道是没有这个民主价值，没有核心价值，他们的都是虚无主义，跟欧洲可以这么轻易的迫害你，因为跟你意见不一样，所以我就去关你的儿子，打你的女儿。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勒比亚那4个小孩在牢里面接受什么样的待遇。不好意思，我最后讲一个小的故事。我去年2008年大家都看到这个，包括台湾都在封那个北京奥运，但是我们人在外国都看到，所有人都在抵抗北京奥运。2008年胡锦涛到日本去，他本来要到东京大学去演讲，后来临时改到早稻田大学，正好我那时候在早稻田大学在客座。
我说，他怎么会从东大找到？原来呢，早稻田大学校长跟胡锦涛说，拜托你千万不要来，因为10年前我们有一个留学生，就是维吾尔族的留学生他到日本来留学，然后已经念到博士班了，他娶了一个日本女孩子。那这个博士班的这个维吾尔族的学生呢，他回到新疆去，要去做田野调查，然后就失踪了。后来才知道被中国逮捕，比如说他是江湖，关了10年。东大的所有的老师、学者、教授，还有他的这个太太，拼命想办法救他，救不出来。所以东大的老师说：“胡锦涛，你最好不要来，你来的时候啊，我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所以后来胡锦涛也，国家主席我们台湾的这个老大他现在不得已要转到私立大学，到早稻田大学。那我那很好，我也会去闹场我说我要报名，我要进去。因为他总共容纳900个人他说可以让900人进来，结果我进不去。我爸跟他说：“我说你当然不能进来啊。”我为什么？因为你是台湾人因为我身上就不能进来。那时候你都是不能进来，他就微笑。后来我拿到那个名单，他们分别都知道，900个里面有700是中国留学生那我去就中国国家主席跑来这边到一个国家去演讲，叫他们留学生来听话了。然后剩下200个呢？有这个100多个人就是说跟中国早稻田跟中国留学生互相交换留学的那些日本留学生，剩下40个开放给早稻田大学的老师无人要去，所以胡锦涛最后在这边坐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不需要翻译，他没有人要听他讲什么，他听的都是中文。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当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一群人当他做坏事的时候，其实他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目击者。有目击者就难约了，所以干脆关起门来自己爽，然后出了门又不让人家讲话，这个就是流氓政权。我最害怕的说，这种流氓政权现在正在压迫台湾，让台湾的这个人权跟我们的勇气倒退。我们这个寒蝉效应事实上是加给我们的羞辱。你有没有看到刚才他要把热表放出去的时候，先羞辱他一遍？他不但在这个法律上要羞辱你，说你是恐怖主义者，还要在道德上羞辱你，说你逃税。这一套黑道的做法，现在正在到处蚕食青春，我们整个台湾的这种自由精神。所以我刚刚那么多人在排队，我觉得好感动。这个我们当然继续要一直办下去。我如果他就会派得上用场，就尽量到位。谢谢。各位朋友，这几年来，我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互相咧一直经营做，就是探讨台湾自50年代以来白色恐怖的真相。那么在这中间呢，我有足长的时间会当去拜访这个火烧讨政治犯的查角，甲伫台北附近警力派出所，到即摆个伫警力总部的。军法处的探索所，那么我知影这个陈局市长就来看过，那么一看一间房间，起码要有标示等到12月开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到证据上办的那一间。那么在场呢，还有一位曾经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人苏院长，我猜他也跟我一样，当时曾经从侧门进去念会，那个侧门现在也都还在。那么，因为从检验相关好奇心，就是我很讶异的发现，中国共产党监禁这位瑞比亚卡蒂的女士的时候，45天才放风一次。这恐怕会先把这个我懂听咯，来这样很多他的头，这个翻译很模糊，意思就是一规日。拢甲伊个使着所做的涂骹，我们想到这里3日涂骹，但是咱对头到尾这几年感动内底我醒来一直在想在我的脑子的背影里面一直在想说，有一股声音在寻找台湾的热比亚卡特女士，以及那位会写260首诗。值得一个这么活跃的女性，千里迢迢去追寻的，糟糕，我忘了那名字。
OK， 谢谢。那么，在我们阅读台湾现代史的时候，我在里面看到很多这些阿底这样的典范人物，我也有幸在他们很年老的时候还认识很多位像Rabia Kabir 这么卓越的人士。那么我也相信，在座我可以从各位身上看到同样卓越的实力。那么其实我不太担心中国或者其他的势力对台湾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以及人权和主权的侵害，我其实一点都不担心。看到在座有很多位年轻人，我知道台湾人当有人踩到我们的红线的时候，那么我要问他们。Okay, and beautiful wife, Rabia Kabir 会站出来替这个导演作为最坚定的守护者。那么我很高兴跟各位有机会在经过郑导跟李嘉欣这么认真、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呢在台北我非常荣幸坐在这里跟各位见面。我想在座的Kabir女士和她亲爱的丈夫各位男士，那么我们以他们为典范。那么，我有给我信心没有？我想我一定要买到带领咱来听的，也特别好，是咱们这个，而且我们不会只上因为这边也是在那里，我们不是2000万哭泣的等待救援的人，我们都要像他。那么坚持，我觉得先生一样的坚强，谢谢。今天看这部电影，我对热比亚有更深刻的了解。说老实话，本来我对他并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是新疆的首富，曾经是政协委员，但是他因为关心他的这个族人，所以呢，他后来就从这个所谓首富，就变成这个首恶。那么我对这个新疆的以前在新疆也并不是太关心的，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生活了21年，我知道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这个日子在共产党压迫下是怎么过的。当我在文革的时候，处于恐怖当中的时候，看到一些海外的华人，包括杨振宁这些人，在海外吹捧共产党，我当时就非常的气愤。我当时就想，我只要能够离开中国的一天，我就一定要从事新闻工作，来揭发共产党的罪恶，特别是揭发他的欺骗伎俩。因为我学的是党史，我在学的时候一面学着一面在被他骗，一直到后来才知道我原来学的东西他怎么骗我，这点我就很了解。同样道理是，我在中国，他叫我们下乡去劳动是去向那个贫下中农学习。当我通过下乡，我也更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的底层生活，但他不是真的最底层。那到了香港以后，看到许多资料，我才知道这个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的底层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对西藏的新疆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以前接受的都是大中国的教育，都是他们是中华民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在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1976年8月18号，我脚底踏入香港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从此我第二个生命就开始了。我以后过的日子，过一天就是赚一天，因为我比其他中国人的处境好，终于给我跑出来了。其实在中国的日子，我也比其他中国人处境好，因为我是个华侨，所以享有不少的特权。另外，老天眷顾，在几个政治运动当中都给我逃脱了，没有受到那种最大的伤害。但是我想，我这个以后的日子我不能白过。我以前也做过，做了共产党的政治教师，也曾经帮共产党欺骗我的学生，
所以我想我出去以后，我绝对不可以再这样子做了，而是要把我过去做错的事，要把它赎回来。我也知道，我以后出来以后，我最要紧的就是做一个人的尊严。至于做个什么国家的人，什么族的人，对我来讲，我并不太在乎。明天是中国的60周年国庆，在2001年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时候，我出版一本书，那个书的结尾，我自己写了一句话：我的国族观念是非常淡薄，因为全世界都跑过了，我在各种政权下日子都过过了。我觉得最主要是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也因为这样子，当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马上接过这个口号来打击新疆人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警觉，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有个口号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明明它是恐怖主义，他却说别人是恐怖主义，所以我一直关注共产党的动向。所以到2003年中国发表一个那个新疆白皮书的时候，我当时在香港的那个是《证明》杂志，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来驳斥。因为写了这篇文章，我稍微对新疆的一些历史啊、一些现状啊，稍微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很高兴我到了台湾以后，去年228基金会主办一个国际研讨会，就是大国拔权小国的人权。他们正好叫我写新疆问题，我说我正好要写，因为西藏问题我也写了好多，也有很多人关注，就是新疆问题，许多人被共产党误导了，所以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也得到我在美国的一个新疆朋友的帮助，帮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就写出了那篇报告，大概有16000多字。然后今年228基金会再次举行人权研讨会，要我再写这个问题，那我就把去年整个奥运，因为去年奥运会这个1年里面对那个新疆的打击是比以往又更加厉害，所以我就专门就这1年的情况又写了一下，特别是去年奥运会，因为出现这些情况，所以我当时就把我那个去年的一个报告，我交给了美国的一个新疆朋友就那个维吾尔族朋友，他们拿到记者电台去报告了，也因为这样子，就说热比亚就知道有我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杂种，我不是纯汉人但可能把我当作汉人，他就觉得居然有一个汉人愿意为维族人讲话，他很感动，他就托我那个朋友说，希望林保华先生救我们维族人。我听了这个差一点要哭了，我说我何能够去救维族人呢？我可能连我自己都不能救。要在马政府统治下，我看我自己的安全都有问题，是吧？我能够救他们，但是我想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能够帮他们讲话，因为帮他们讲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我刚才这个电影里面也讲到，这个布希总统态度后来有所转变，但是这个奥巴马总统他本身是少数主义，他到底对这个少数主义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我又在打问号。总之，我今天看了那个《一周刊》《一周刊》这派的记者去访问热比亚，他们我看到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自从到了美国以后，他每1分钟都是赚来的，所以他要为他的主人服务。哎呀，我说这个想法跟我当年到香港的时候想法一样，我当时是每一天呢，而不是每1分钟，我说每一天。我都是赚来的，我比其他中国人运气好，我不能够运气好而辜负其他中国人。当然，我更不能辜负台湾人，也不能辜负香港人，因为香港人跟台湾人在我离开中国以后收容了我，我也一定会有我毕生的精力来为这个台湾的人权、香港的人权以及全世界被共产党以集权国家统治的人权，我一定要为他们奋斗，要为他们呼吁。然后热比亚也通过《一周刊》说要委托我，要去告马政府，一定要马政府道歉。我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虽然我工作很忙，我也很累，但是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我想，如果我们不做的话，我希望大家支持。如果不做的话，
因为在共产党眼里，任何主张独立的，也就是摆脱共产党控制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所以不当说是疆独、藏独，在共产党眼里是恐怖分子，台独其实在共产党眼里也是恐怖分子。如果我们这场官司不能打赢的话，我想我们主张台独的台湾人未来的命运，就跟新疆的维族人、跟西藏的藏人不是一样。所以这一点也是踩到了我们的红线，我们坚决不能退让。谢谢。这是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最宽广、最好，不要加以打压，才是台湾人多少年来争取民主开放。在展现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创作独立言论自由的人权保障，所以我们是邀请了台湾主人连线这个台湾新社会进步台选会还有台湾这个很多的这个社团一起共同来主办。那我们也非常欢迎院长带这么多朋友大家来关心我想全世界各国的人权跟民主都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这个要。它前面呢？是要摆的，对不对？对，自己拿好不好？可以拿吗？哦，好，你自己拿。所以就尽量不要挡到。前面。This morning, she is meeting with her most trusted advisors, Omar Kanat and husband Sadiq Ruzi. 最后一位，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郑文堂郑导演。我想在这个影片，它叙述的角度是非常非常的多元的那我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真的是深受感动从13岁的一路的体认那个生命的韧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烈。那么台湾很多 NGO 事实上也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关心不同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第一场，我们分别请到几个不同的 NGO 团体来这边跟我们分享这个影片他们的心得也他们的角度。那么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的这个与会的这个这些分享的人大概只有一次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那我们在座也有很多的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那我们也等一下会有一段时间给大家表达各位的看法，也就让我们给每个人1分钟的时间那么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真对啦明仔载咱还有一场明仔载这场赶快去这个行程，但是咱最后还有一个加长演出版这个全台湾只会有唯一一场，可能全世界也只会有唯一一场在这边跟各位预告。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我们郑文堂郑导演来分享，从这个一部影片，我想电影是一个世界共通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居然在台湾要做自由的表达却被不同的力量给阻止了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想郑文堂导演是感受最深刻的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郑导演。